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人家大家共下来运动。音乐老师呢，今晡日要带本大家马该通状呢，人大家伫吼头脑当重要。日头动态呢，人都伫要戴帽诶，哈，迄当欢喜呢，人要伫要戴帽来保护。也系一个本能吼，人就提讲，人乜嘅时候一样诶照顾人嘅头脑。佢平常呢冇出门，又冇日頭，又冇冷氣嘅，人一樣嚟保護頭腦，一樣嚟照顧人嘅頭腦呢。咁樣一美老師呢帶當到安尼法寶哈，當到嘅寶貝啊哈。你看哈，一美老師有當到嘅安尼無窮樣嘅，天咧你看哈呀，是誒，人哋是誒。一時咧呢，上到無窮樣哦，嚇，人哋嘅頭腦漸漸哦，要做得按摩，嚇，要做得刮痧，然呢要做得洗頭，嚇，你準備嚇，不妨嚇去買一個較好嘅安尼材質，較好嘅木頭嘅安尼石嘅嚇，可以特別嚇上到件子上嘅用一下，因為老師要當到哦，當到法寶啊嚇，你看又上到安尼，嚇，上到安尼石嘅哦，有冇？看到人就是講，哎呀，我這當上個石頭了，嚇，要做啲按摩，你看入邊較盤，入邊呢較盤嚇，可以做動刀嘅作用嚇，又還有哦，嚇，因為老師當喜歡石嘅，營養嘅呢，石嘅呢做得可以保護人嘅頭腦嚇，然後人嘅頭腦嘅頭皮，你看又有按漿哦，有冇？又係因為老師嘅最愛嚇，行到哪我就帶到哪，嚇，用一個安尼推嘅嚇，漿漿嘅推墊，嚇，又係石嘅，石頭。哈，又還有刮痧板，哈，你看呀，刮痧板哦，有無窮樣嘅形狀哦，因為哈，人講愛照顧人去講哈，買一個好好嘅石誒哈，強嘅石誒，你就很愛它，當喜歡佢，行到哪帶到哪，用到哪，待會呢一下呢，因為老師要教大家用誒用，哈，又還有咋啊，刮痧棒又還有呀。哈，也係用木頭哈，青菜嘅安尼梳頭嘅梳筋，哈，你就去可以攞佢安尼哈，總係用不同嘅形狀，哈，一下呢，也玉美老師來教大家哈，一樣嘅保養人嘅頭腦，哈，嚟也地仙老師呢，哈，地仙老師嘅頭腦哈，又多可以斷頭腦麼？哈，用不同嘅顏色用石嘅哈，你看平常呢，你用古天用哪隻石嘅呢？也係講你用按呢形狀呢，也係用按呢形狀，攏做得咯。係玉美老師挑一隻挑一隻嘅石嘅哈，然後大家講，最先呢，人家哈頭腦哈，人家嘅也按呢額頭也用嘛哈，用呀，哈用呀按呢強嘅按呢。還用刮痧，也頭腦嘅氣血哈，人家是也對袂嘅氣脈哈，係痛嘅話哈，人就嚇唔會頭腦痛，好安尼從一片開始哦，啊慢慢的呀，都要太陽穴去嘅哈，安尼用安尼畫圈圈，用安尼哦，用安尼畫眼前呢，強嘅，好安尼按摩，給我畫下來，好畫下來一片咯，一片。好呀，地仙老師請轉過來，坐過來，向一邊哈，俾鄉親朋友看他清楚的喂。人家哈，二公後背呀，二公後背呀，輕鬆腰，一條線。你講頭腦痛啦，也係講嘅二公哈，也對二公嘅按摩，哈，都呀，哈，都呀以後呢，個呀哈，也二公呀，拗呀後背呀，一啲咧。好一啲咧哈，熬下去一啲咧哈，安尼輕，哈，鄉親朋友安尼哈，按壓下去哈，安尼，哈，強嘅安尼強嘅，慢慢的，安尼去按摩，哈，安尼停到呀哈，唔好講安尼哈，唔好安尼運動機，安尼運動機，安尼會受傷啊哈，你就不用到呀哈，啊，天天的出力吐氣。好，你享受啊，享受我安尼神人的感覺哦，享受安尼哦，我知道，有啲脹的，哈，有啲酸麻的感覺，哈，啊，佢變下來，啊，個站落，哈，一片，啊，都一片下來，哈，你看人都有頭腦哈，要前面外緣行一天，行到呀去哈，個地仙老師請安尼坐過來，人家哈，要。
颈椎哈，将近那正中间也顺风也两片，有个呢穴道很多风池风府，好，也很多感冒的穴道，好，也哈，你讲寒到啦，也迄讲吹人去吹到头哪知道讲啊，湿疹的安尼不舒服有嘛哈，你做头也哈，安尼出力倾下去，好，出力倾下去，安尼，好，按摩安尼，好，你做啲听到呀，吸气。吐气，享受安尼按摩的感觉，好，佮天天的安尼，唔假使讲迄讲，乡亲朋友，唔假使讲迄某带时诶，你就头哪不舒服又胀的话哈，你就用呀安尼，英美老师的书哈，看英美老师的数字一片，安尼哈，安尼轻下来，好，头低一下，好安尼，有冇乡亲朋友？你去享受人家个。风池风府的经络畅通，好一片，好，你做些呢，你都知道讲哦，按酸盐哈，酸盐会帮助我们释放毒风不好的个安尼唔好的个安尼毒素哈，安尼头呢哈，做我们的头重脚轻呐，安尼老家浊气好往下降，清气往上升，所以唔好的气哈，老记。推下来，好的气要拉佢提上来，好，一下呢，像之前老师个坐上来啊，哈，用牙头哈，石头，人家哈，也中间那个安尼有个安尼圈的地方有嘛哈，有一个圈的地方都中间咩哈，这都要可是安尼撕下来，安尼撕，哈，安尼撕起哈，安尼有一点的重量轻下去，天的下来，安尼天的下来，好，安尼慢慢的撕。较只头的石头吼，人讲吼，老人家头摆讲咩？较只头的石头吼，较唔会拍头那毛。你看啊，地仙老师呢，佢吼，你看头那毛安尼，抹个做抹茶哦，金色的，吼，即系人家就做瑜伽的人嘛吼，会当注重安尼头脑的保养啦。因为年纪太细吼，冇办法讲诶对头脑好诶，做倒立，头脑都下背脚都当方。安尼会危险咩？好，就是用安尼撕的方法哈，安尼撕。佫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头拿轻下来，头低下去，头拿轻下来。然后呢，牙齿的撕的特色机器的，用牙齿较太机，好，用牙齿较太机，安尼多撕，头拿毛安尼多撕下来，好，慢慢的按摩。你讲根本啦哈，迄讲睡眠睡较唔好啦，按不到失眠啦，哈，你知道讲哎呀，根本头脑不舒服，医美老师讲，唔是迄是普拿疼，哈，咩唔是迄是买个止痛药，你就头脑毛死啊哈，你马上哈就立即得到个安尼减缓的效果，好安尼死，好慢慢的吸气，头脑多时啊哈，整个时转来。嗰石头那无迄个呢？你留个安尼重量吼，天的安尼轻落去，重量安尼轻落去，好安尼撕，好，用右片做片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医美老师可以教你哈，迄七家做咩做的哈，迄讲不看人老人做咩哈，按摩头脑，好，你10个手指头轻下去，好，有一定的力量，安尼按摩，好，安尼按摩，个做得安尼累啊。乡亲朋友啊，我讲哦，也系对头脑哈，唔讲哈，参一下人的老年痴呆症啊哈，当多老人家出去做唔对好转来，哈，给子孙啊，都会你都要请老人家哈，一下人又当床书咩，又说到当床命，故说人的头脑哈，接保养，好，这样我们得老人痴呆，这样我们失智症哈，安尼按摩，非常的舒服啊哈，个按摩迄样安尼敲头。好，强的，安尼，好，天的，你像原敲木一样的哈，有念佛咧，阿弥陀佛，你有念佛咪可以安尼哈，你只念人个冇做唱歌的咪做得啦哈，唱歌的啊，老人的头脑哈保持清楚，好，天天的按摩，故说呢，医美老师个老太家呼吸一道，可以用安尼用石的，好，然后医美老师用压头。你用牙头又较破的牙头有嘛哈？你就可以安尼，用安尼累，好，很少没有安尼头脑哈，安尼头脑个穴道哈，迄所有的
皮给安尼生一条经络全部做行到头拿当来。哈啊，阳气的个安尼，也他们也总结迄安尼阳气的阳气的总集啊，总和集合的地方。佮说安尼瑜伽讲有脉轮没？有7个脉轮，迄顶轮哈，好也安尼泛穴，每人都泛穴，每人都顶轮，这都轻当方，好轻当方呀。佮说呢，用安尼按摩的方式哈，右片左片哈，你这向书哈，你当夜养成习惯。养成习惯，10条，唔好讲，哎呀，啊无头拿毛的，我应时应点，唔放心啦，你应时头拿毛会应上，哈，咩唔好有拍头拿毛，好，啊记得咯，乡亲朋友，好也，地线老师真来，乡亲朋友要记得咯哈，那个头拿当重要，出产伫要戴帽诶，好，做日头太太，戴笠马，好，动树趴安尼保护，啊平常轻好的保护方式呢，做10条，好，按摩、刮痧个轻轻敲打，好。也哈，头拿个部分呢，知道哩啊。今日向下做运动，有知道规身呢，当轻松，当幸福，当舒服么啊？当然做一些的，累积人的身体健康的本钱哦。安子噻。Thank you. Thank you.